Ito siya daw ko bulalo hiya. 有掉他的是日本就去啦。咧呢邊嘅袋叻清氣哦，呢邊袋叻清氣，呢邊假情咯，冇上啦，啱啱啦，真正 advance 蒲講 advance 啦，但係咪講伊人較高，伊人嘅威信咗啦，比較定到。你嗰迄個囡仔買物件嘅哦，嗰真濟本啊，啊少有本啊，我特別就係節了，當然就係節都不計俾起行嘅。嚇，買俾起行啊！就係行蝕了過頭了。我老嘢，one 樣水 US dollar 唔知啊，伊人算 US dollar 就是物件貴咯。啊，貴嚟啊！這是 review 我搞啊。係啦。啊，喂啊。OK，等陣start啦嚇。OK。嗨啊，各位聽眾，各位在歡迎咯，都來收聽邊啲學見嘅節目。這個禮拜咧，話後尾幫硬硬咧，是你話咪講食落落嘛，靠嘴幫嗰個行行，哈哈。แล้ว這禮拜我大伯嘅邊咧是佢嗱 can 人哋講話，邊咧已經早啦，邊咧嗰個4點半響早起，แล้ว我哋嘅即有4名聽眾咧，就是佢 can 嘅，有4名聽眾就是毛哥歡迎。嘿，大家好！你大家你出來啊！大家出來啊！哇！嗱啲朋結仔勁都笑啊！我啲角攞接啲入邊。แล้วก็ตัวรับเท้าหัวหนึ่งขอเท้าก็สิเสียก็สิเสียหัวหนึ่งแล้วก็เบสไซก้องหัวหนึ่ง Hello hello แล้วก็这个489ですはい489ですหัวหนึ่งแล้วก็เท้า400ตัวที่ไหนมอมวิวาวาหัวหนึ่ง Hello，特別我食物件，安怎我未看到你嘅 video 誒？佢都冇佢 video 啊？我冇佢 video 咩？我敢若看到毛毛菇嘅 video 呢喎，特別你講話就是冇出現嘅喎。你出我小影呢？啊。哦，是？哦，當กะแล้วนะฮะน่ะกะแล้วมันน่ะสกายหลัง Hello testing กะแล้วหลังกะแล้วมันน่ะ冇話講看到玩呢喎。แล้วปะหลังเนี่ยบ่ปะหลังลองปะหลังขอเดียวว่าสังกาบิสัยก้องขอเดียวว่าบ่看到di Mamanggunya. อันนี้ต้องเก็บไหม Even though le circle là bình ho si only lui chào anh nè, si. ต้องเก็บบ่อ่ะต้องเสียวบ่อ่ะบ่ก็ต้องว่า try 下ต้องว่า try 橋 sometimes OK 我哋繼續講即係呢度橋嘅 video 哇不像嘅 video แล้ววิวว่าที่เป็นมีการจะเฮียมไหมอ่ะมีการกันแล้วก็วะ有了OK 硬啊當嘅冇險咩冇เฮียม啊癲啊กันนะ癲啊嗱 OK 啦ลอง看我險嘅物件哎呦see 唔做 camera 等陣哇阿 John 都俾網紅牆啊！乜咪料嘅？係韓國嘅咯，韓國落落啊！然後阿妹，我本是韓國買對嚟嘅哦。係咪？我都會話咩物件？你買網紅牆嘅哦。網紅牆什麼嚟？我想到個網紅牆是你講落嘅物件。你阿妹嘅壁嘛叫做網紅牆咯。哦，好了，我夾拍啦。佢嗰啲用嘅嘛。哦，是咩？係咪意思嚟？網紅牆。網紅是到 internet 裏邊隻硬嘅人啦。哦。แล้วอีหลังกันแล้ว我只係用緊啲款嘅 wall 嚟做อีหลัง嘅 background 嘛，แล้วมาเป็น就叫做網紅牆咯。哦，係咪嚟 wall 係咪？成日都阿妹嘅 bricks อันนี้款嘅 wall 啦。
你一條布咧，你看掉下。少，佢有兩間就話，我肯做咩我食嘅喎。水哦。嘅哇！話你 set 住嚟啊，呢個話。是咯，咪其實。嚇。OK，食落嚟，我俾去除啊網紅茶。我甲你講啊，我有一項食無明白嘅物件啦，吼，是安怎 suddenly 吼，到 internet 入面真正濟人去燒迄個 Korean 嘅熱嘅。你 challenge 嘅數啦，用迄個 spicy 嘅 challenge 咯，食熱嘅 challenge 啊，看你會食未咯？但係陣間你食掉嘅是熱嘅哦。熱啦，特別我唔是 2X， 我唔是攞刀嘅，熱啊係 normal 嘅熱。哦。特別我是真熱嘅。呢個話。我係一個雞碎嘅。你去買迄個 Maggie 嘅先，過來 try 一下。Maggie 啊，Maggie 有 2X 係咩？有，我真正係啊，無明白咯，安怎愛安尼折磨家己？我真無理由，食咱只爽，會無咱熱淡薄是 OK 啦。แล้ว有個人係咪 2X 啊，咪貴啦，แล้ว哇老誒，佢哋食了有時卡喙噴血啊！幫酒鹹爛頭。幫酒本鹹嘅，甲你講。誒，幫酒鹹是無正常嘅嗬。正常啊。正常啊。食了鹹了幫酒是幫酒感覺到鹹是正常嘅咩？但變咗有個人，我 because 我本時是最近這2-3年嘅 feel 到安尼款嘅 feel 了喎。你 testing 去啉 syrup 看啦，你去啉 syrup， 或者是你去食火龍果，你剛剛喝耐了，你去幫酒看，我還沒食嘅。係啦，是紅色嘅我知。所以是上嘅嘛，上嘅意思嚟。哦 ，OK。你捌食過啊？毛應該話話。食蝦米？即個 pedas 無，即個韓國嘅啊。我唔敢食吼 ，because 我無咩會打韓熱嘅咧。如果是無咩打韓熱嘅，是啦㗎。如果是無咩打韓熱咧，這就是食一陣痛嘅。但係我叫佢 try Maggie 先。Maggie 本身熱係。Maggie curry 啊？冇，Maggie ayam bakar 我食辣椒浪嘅。哇！甲你講啦，咱本地即個 Maggie 嘅即個咩嘟嘅飄嘅即個米個了啦，規日定了敢若是食熱嘅爾，只鹹嘅，無物件通食了誒。冇 ，you will be surprised， 這是米goreng嚟。嚇了？嚇，伊是米goreng嘅，乾撈嘅，唔是打咩啊？伊是乾撈嘅。食熱嘅啦。你去 try 啦，你過來學 comment。切河龜，你使去 Tesco 邊？一包啊？I mean 5 pack 啦，in one bundle 啦，嚇。哦 ，OK，你去 try 下，我食辣椒浪嘅嚇。我食係 cheese。而家都嘅 cheese 啊？係我嘅 cheese。辣哦。哦，是啊。得啦。安尼款黏啊！你講你會食啊？係咩味喎？好似呢套人都最解死嚟嘅話。OK， 啊講，我看 video 話，毛菇，但是只狗食落嚟，你個佢嘅雜擺不容易，多嘅時間嘅雜擺不容易。屌，下我食落嚟，我是會特別擺坐啲人食物件煮叉都好食了。我係嫌少就舌頭白到半回聲嘅。哦，你成日心氣人嚇？
心落去嘅掉成人心蒜頭嘅，你看啊，我是心鹹照鏡嘅。你其實個就話，第時期啊，這幾年咯，這幾年實去咯。我頂到你會打鼾啊，特別你冇。頂到是食大鹹照，當然是食鹹照鏡。鹹照鏡啊，香啊，嗬。鹹照鏡都愛切啲青青，好似種地啊。哎呦，你真亂咯！哦，迄個厝內整個愛整啲拖開，袂使整啲薄的。那你是追求，你是，I mean 講，食肉是為着蝦米？哦，伊個迄個臭青香味。唔是迄一種辣是刺耳是好一種臭青香味。臭青物件食濟嘛，是會使臭青，特別。無。即香嘅，你 testing 啊，你食一條，你啲喙爆。哎呦！唔通哦。你笑到就爛咯。爆咩？你爆是十塊布隆啊。爆十塊布隆掉。你啲醋會熱，哇！甲你講，伊臭青。唔免爆啊！你用頭薑追對鼻了一鼻掃出來。是分啦，特別都加咧，夠嗰啲口感嘛，shake 掉啊。是講辣咧，辣喎。Malaysia 十塊布隆嗬，半隻幾種嘅，有嘅是白環椒，有嘅是十塊布隆kampung個辣。無啦，我會去到這邊嘅啦。若是講去到成個英國中嘅啊，用迄個食咧會死有一種嘅迄個叫咩吉利bomb啊。迄個有一個講 KFC 出嘅啊，迄個 Ghost Chili 嘅啊，好多人有 try 過哦。唔係，上辣。Ghost pepper 有啊。Ghost pepper 啊。我唔係 try 過嘅，邊有上辣？會哦。上辣啦，恁佢哋食甜嘅。是咯，都唔知要求蝦米物件俗咩？你看。你是要經驗啊？做下很看。冇咧，辣怎麼食？辣怎麼刺激？你上到你 garden 嘅嗬，安尼嗬，你隔壁厝邊嘅貓未來幫曬啊？哦，原來食咩啊？貓自個喙燒嘅嘛，所以我隔壁厝貓嗬，只時間嗬，你打臭水水啊嗬，你臭水水一條邊，一粒水好咯。穩定啊！食辣啊！做咩事要食辣呀？好刺激哦！你喙。刺激啦，特別就無蝦物件，because 辣是咩？辣是一個刺激嘅 sense 啊嘛，唔是味素嚟喎。因為特別我suka食唔是 because 是辣數，我suka食是 because 是味素食。對。有啲人成日啲人有最是個食麻辣嘅哦。OK，唔係我suka食咩？我冇suka。上辣，上辣。就我其實上啊，唔係啊，四川嘅麻辣啊。我去嗰啲西安啊時啊，แล้ว朋友嘛就係話去食下啲麻辣咯。你諗平常諗馬來西亞嘛是有麻辣咧嘛，你嘛無感覺就講會安怎啦。我咧就係我去嘅時，我老誒。伊個迄個成個面盤安尼大，你知哦？咱內面個了是鹹椒乾個了，鹹椒乾個了滿滿嘅。紅咪油紅係。啊！แล้วก็不要緊個鹹椒乾個了滿滿規盤個了本事喎。安尼款本會食嘅哦。係啊，樣煮成日話水煮魚啊，係咪？嗰時一盤一盤落落個了。是咯。係啦，你喺邊有通食哦？我真正食四川嘅生活真好料，我講。食來食濟啊，食濟，
中國人會叫。But John 啊，比如話，你人感覺到伊人食四川火鍋麻辣，伊人是也來滴冰嘅，還是也來啉嘢湯嘅？別，無人也來啉湯嘅。你使一個講喎。湯是甲飯嘅喎，阿妹喎，冇啊！你知我去嗰啲我去澳洲嗬，แล้วหมอ加阿恆去食麻辣火鍋嘛，แล้ว人邊啲人都關事嘅嘛，就是愛啉伊個火鍋裏邊啲湯嘅嘛。個人是麻辣湯嘅啦。係啦，係我別使啉咩，人冇人啉咩，冇人啉嘅話，唔知我今日都阿咪河女啊嘛，就啉佢啲。哇，好有！幾好笑的，你啊，哈，from there 啦，我人家learn到講哦，原來四川麻辣火鍋是也來按煎煮食也起來呢，你講就是你講呢，別使去當別使當嘢湯嘅，咁入嚟練。火鍋啊，可能要係魚油嘅喎，成一隻濟人唔知嘅咯。對不住啊，對不住係魚油。所以就所以我要一個炒牛嘅馅嘅，你知喎。哦，係你是魚油嘅味咩？羊啊，羊味乜嘢牛？牛嘅油係牛油啊。我最近食嗰兩隻羊啊。好食。你若是講無食羊無食牛嘅人，嘛是係。Hello，就是咯，這個 episode 別使學 Alex 聽到。咁啊是，你無牛羊嘅味啦，你你麻辣無啦。唔知喎，你去麻辣嘅你上刮對，人啊，上這個味嘅嚇，對。แล้วบรรลุก็ตายกลัวแล้วว่าก็จะตายเกาแล้วปบตาย人咗隻，人咗落嘅吧？好咯。ฮะตายอ่ะ成隻啊一人入嚟煮一人入嚟麻辣咧嗬咧煮下咯แล้ว你ใส่เก่ง嘅喎กลัวมีเสียวล่า啦จงล่า啦ในควันเนี่ยมาแล้วรุ่นมา成隻一下咯隻แล้ว嗬夠一浸啊時喎一直倒喺度騰落去แล้วเป็นจะหัว過去啊แล้วลูกก๋วยใจ叫มันเดียวในควันไหนเจีย有你咪特別湯呢個誒，呢咪都湯嘅湯呢把咩嘢？呢係成豬食，我俾佢嘅追落嚟。我吹硬嘅，我哋要吹準。我學啲嘢。OK，攏講就係我啲嘢。你個係咪個加辣個？咦個話？รั่ว啊！白凍飲。白凍飲本是รั่咯，哦。對，白凍飲是台北嘅啊，北邊嘅大人嘅。未曉搬喎。應該是 North Thailand 咯。North 邊。北邊嘅咯，伊是白嘅嘛，咧特別鹹辣係咯，特別即邊成個就較少你看。白凍飲啊，無啊有啊，誒，你去有間食好了，新市路啊，就是邦加亞那邊嘅，三威嗰邊嘅。幾多路？是邦加亞，你話知哦。三威頭前新市路啊，新市路啊，是哦，有一個市嘅，食到嘅。你接去，你去介講你愛白凍飲米粉，你 next time 你自己 try，我 recommend 你去。是誒，好食咩？好食，伊好了，夠辣夠酸。啲班達三威為48嚿。哦，班達三威。啲邊正8海位啊喂，我甲位我是8海嘛。
哦，巴海嘅新會，嚇，唔是 KL 嘅，唔是 KL 嘅。啊，OK，啊夠險，嗰邊夠險。你伊個牛肉煲滿真係好料。牛肉，唔是牛肉，羊肉煲。係咪是羊肉煲lamb 牛排煲。哎呀，最。Felipe 博士就最啊！大入嚟啊！有歌哈，最嚟。Hello。因為當包嚟啊嚇？唔是。裝誒。你是裝？曉哥。我曉哥，嗨。歡迎曉哥。啷講個味道？我啷講味？我冇電視啷講味？我講白當飲。白當飲啊！講大陸人好食耐啊，白當飲啊。誒，曉哥你是個食耐啊？Suka，tapi 無古早安尼會食耐了。我來久啊未無點食耐，無安尼會食耐。古早個會食耐。我點解唔想較較食耐嚟整啊？嗬，食耐我不多隻行。是哦，幫仔隻行。啊，幫仔個發出個度會，特別我食時我喙打鼾，特別不多別打鼾。我講我計激心呀。係咪好？我做咩啊是？我未記實，我sampai belajar，我計對呀。Please 啊，3禮拜4禮拜問過 complain 啊 ，please 啊。我就等我估。喂嘛，準備啊，你sampai belajar，係啲 freezer 會，嚇，係啲 freezer 會收，走嘅時貴咩？rush 嘛，飛機去，แล้ว個 delay 啊，飛機啲借個姑娘啲 airport 位，我嗰啲時候，我I 買個就係走咗件嘢咧，就叫18，都 sacrifice 啊，都而家18嘅。有，我計。貴關咩？貴關咩？我得到往 free sale 咗，แล้ว係啲 thermos 水啊，一般是定咩？得到我個 係啲 carry on 位咯，就我嘛一 get 生啊，然後係啲 thermos 水，แล้ว係啲 carry on 位，我得到安尼款嘢咯。就幾點鐘？冇講就幾點鐘啊？對係mainland嚟講咪係。10幾點鐘啊，10幾點鐘啊。OK，佢是 OK。一對舊嘅時間女淡薄嘢咯。好激心嘅咪講。講你搞事冇你搞成。好食都制喎。係咪好食？但係冇搞成啊。sampai belasan lah. Ada pang je kuih. 是啦，แล้ว佢是係咪病本嚟 Q 你就係人作講咩？你上邊咧嘅時，上邊咧食係咪嘅時，你煮係咪本好，你把沙本好係淡薄落去，哎呦，個好就會死啊！sampai belasan 係咩？sampai belasan 唔是在印度呢？係咯，在印度啊。特別我知個部馬來西亞款嘅環照。Indonesia belasan ni tu kita lebih belasan. Hello. Indonesia lebih cukup tambah terasi. Indonesia ya. China tambah terasi di belacan lah, tapi jangan tahan ke meni. No, lu ke tengah jam berapa? Ke Indonesia jam. Boleh tengah. 全部係咪 Indonesia 店、泰嘅店個有啦，泰 food 嘅店個有啦，冇係咪 Indonesia 嚟啦。然後這邊可能做嗰啲係咯，係啊，冇個 chili padi 嚟冇上嘅。
咱馬來西然後我亞馬嗰回係你馬來西亞很少指回來的，係咪正 strict 嘅嘛？未使呀，係咪開嘛？我唔知人 just 馬嗰回你開了未蝕回來。你有啊？睇住啊？制未掉本，出了本學唔知學教啊學係咪幾隻去冇啦？哎呀，咪少啲多債會也佢去就會使啊！要落屎！我在這邊都會知啦，很少見。很少見有啦，真濟啊，但Malaysia反而等紅色嘅，你反而很少冇。很少嚇，你愛紅色。是啦。呢個是 Fresno chili 嘛，咁叫。jalapeno 反而冇，唔是 jalapeno，台灣過嚟冷啊，จะมวยพอยสำหรับเราจันยาสำหรับเราจันสิทำ係觀察從事咗แบบมวย啊，講九เป็น梗係開邊啊！係咯，我近日你翻我本嚟食會食啦。我是這邊嘅看過吹是係禮貌卡斯多利。哦，即係泰國金。卡拉馬斯。泰國金。卡拉曼斯。有這邊我隨便咗係你落晒花。卡拉曼斯是叫做吉拉。吉拉嚇，然後水柑咧，水柑是叫 lime。你講是 bunga kantan lime。bunga kantan。係你冇使入去去。蒸寶，蒸脆寶。有啦，你蒸掉啦，蒸掉啦。是哈密，阿講你叫哈密。嚇，冇，你去買金蕉嚟整啊。plum。食啦，會放西啦。好了。哈密bunga kantan 是 ginger 嚟咩？垃圾花嚟嘛？伊是薑嘅花嚟嘛？รู้จัก哈密啊？咗，我花未知咗。女啊？節菇啊？節菇，plum，節菇，伊邊有節菇就好了。有咩？有哦。會啦，大粒，大粒，一餐冇三 plum 啊，大粒。哦，成個 plum 啊，OK。節菇唔係成 kiwi 啊，可能咩？成個啲啊。啲外口成個 kiwi 呢，特別伊就好食。你話我 plum 就硬入面。跟住。呢隻 strawberry 呢？因為呢個節菇嗬，呢個節菇人講人長嗬，就矮啊嘛。when 你頭一刀綁時候，伊是無色時候，你綁落來呢嗬。all the whole process 你節菇嘅白刀嗬，伊袂變嘅，袂色嘅。所以人沙綁落來嗬，伊因呢個節菇無食，無甜嘅，急食嘅。OK，來講落。日落。咁你講你環照係咪？別實講。Fresno 嘅環照，邊度冇？伊唔是，我冇上鏡㗎，人未少。我這邊會 farmer market 會有賣啦 ，sometimes 冇 all the time。你知啦，就你零天點乜都有啊。有。紅環照是正咯。嗱，我睇啱啱冇介紹講。每話每做咩事人咩食落咧？較脆較焦。知哦，細漢就食落。原來無好食，係咪物件都無好食？嗱，แล้ว若是講嗱，成個อักษร啦ก็รู้ลังสกว่าเกาะแล้วเวลาหอแล้วรู้ตัดเดียวหุ่นเป็ดได้มาโบเจียลวกก็เจียลวกโบเสียง食落咧，係 interesting， 無落就 boring。我哪啥？未熟嘅。我是 feel 到咧是食落咧會開味淡薄。開味咗。appetizing。是看安怎會落啦。
对啦，看做热。叫人不想看热，我看椒热，胡椒的热。咖喱的热。咖喱热，加番椒热，我爱有香味的热咯，你成日讲咸椒，安尼款食我白咯。但所以你白豆油咧係咸椒啊，我冇熟解喎。好啊。你麻辣我冇熟嘅，我冇熟麻辣。你講香蕉香哦，我去korea食落吼，korea落嘅番椒無香，totally 無香。無香嘅意思一個熱呢。熱呢？食哎呦，天哦！食熱，食熱，伊下面嘅食無愛熱是熱嘅無食鹹，特別咧無香嘅哦。就是比較像用嘅番椒是大kimchi都鹹，有香咩？嘛是無香嘅，是講有淡薄熱安尼款嘅嘛。你無啥人嘅，你無啥人嘅炒青香。kimchi 是伊個熱吼是熱呢，特別吼伊陣個OK，我是比較食韓國嘅菜，在美國，但是在馬來西亞食咧吼，安尼去韓國比啦，常一隻菜哈呐，特別樣伊無迄個伊熱嘅香味，伊 something is not that。咁啦，人馬來西亞人食味素嘅味安尼重，所以我是想講，熱呢吼無香哦，伊熱無香嘅。local Korean 呢，通食到安尼。local 咩？在韓國呢，我呢會食到熱呢，無香嘅熱。你出來韓國位啊，你食韓國嘅菜大隔離國家咧吼，伊番椒吼是熱較香嘅，比如你食韓國食伊嘅熱是伊番椒嘅是熱呢，我冇食過啊，無香。你試過咧？你去都頭前時你去 try 下，熱呢無香。哇！比如話，那巧公巧腰。係咪做咩嘅食啊？但係OK，咱講花椒辣，係真係講花椒辣。但係咱講無上嘅辣，阿咪你講煮古來嘅辣。是啊。係真無上，你唔是花椒嘅辣咩？番椒嘅我較濟是甜。unless 你是屬加食番椒會甜甲熱，連有香哦。then 上加我是較屬加咖喱牛奶會香有 multiple dimension 啊，伊個味素。特別伊辣唔是上嘅咩辣？咁但係講參人巴咧，伊做伊開部。有香味嘅素。特別係你唔是番椒無相款嘅熱喎，係是你食無相款嘅菜。你食無相款嘅熱意思是講，你食胡椒嘅熱啊，咁你食鹹椒嘅熱無相嘛？就胡椒是香。就是講胡椒嘅熱啦，你講胡椒嘅熱啦，伊熱咧吼，又有參。係咧香味，係伊胡椒味素。有爸爸。麻辣嘛是有，一個是麻辣嘛是有味。嗱，咖喱呢？係你食把呢？麻辣有。不，麻辣你味就一味嘅。麻辣是阿媽話是peppercorn。麻辣，你去內面啊？我成我 friend 啊，嗬，會講啦。你去麻辣火鍋啦，嗬，你一食啦，一探摸本嚟有嗰啲麻辣嘅味嘅，你嚟就係。對，伊 because 伊到底伊滾啊，伊滾咧伊個辣味嘅起來嘅。有時候食上辣要未困嘅哦，有 try 過哦。你食上辣一定，
我睇面。你都刺激龜頭咯。刺激小龜啊，刺激龜頭未困誒。你塞。冇我笑啊你。我係咪特登冇有嘅咯？講看咱幾歲開始食落啊，對。但咧，你啷無啷個俾啷個人食落還是啷個流汗無？所以這個呢不是一個好嘅物件嚟，食流汗呢不是一個用處，是袂啊，啷袂流汗啊？我袂我紅誒，伊流甲規點包。哈，但是我食了。香哥。無蝦米誒？你無甲流汗，無咩？我食落要流汗哇。是真係 healthy 嘅，伊會 circulate 你會注意你物件出來㗎了。所以吃辣也是有好處的。食落還會 burn calorie 嘛？食落會流皮啊，做這些物件出來食落啲流皮幾鬆嘅啊！係啊，特別啲食軍事啊，都未講流片啊。但係講我特禮拜半食一道咖喱麵。嚇！咁樣啦，咖喱麵冇物件嘅啦。頭嗱是熱啦，咧菇嚟咧咪是冇啊。軍事。係啦，你軍事去了嘛？愛食nasi kandar 嘅話，then 會流皮。sorry 嚇，我講一項物件嚇，人嘅狗吼，甲人嘅貓吼。樣是無辣嘅知覺的。有兩個講佢哋鳥，就是嗰個鳥唔敢來你。伊是鼻索，是鼻索。都冇話學鳥到狗，你講伊咪黑潮。黑潮是，但係我鳥唔來咯。不，你話嘛？係我是講伊係你鹹 ，OK？ 唔是佢一種鼻索，鼻索都是做你畫紅油嘅皮講下，伊會流皮拍下手，對。然後當無迄個鹹嘅物件吼，是唔是一種嘅味，但係你咬到袂去幫助。你試看用一粒巴啲，你放伫伊喙位，伊甲你加落去，伊無所謂。所以別拉沙掉鹹。伊樣別拉沙掉鹹嘅。講唔是。你 try 看阿仔看會鹹咯。唔係哦，唔係。我 try 咪咪啊！我食過呢面。try 咪咪啊！你 try 咪咪啊？都食下咯。我個 try 點到係膠咧，我放一粒巴啲啊。好啦，try 都係膠，都唔掉。好啦，伊甲你出個了去都無出笑咯。是誒。有一可能話嘅。唔係啊，我寶貝嚟啊。可以自辣ด้วย哇！但係我把佢剪掉呢，講有我係咪搶起來，我驚佢走去自辣落掉。別，種真係樣冇驚落嚟，樣冇嗰啲 feeling 嘅。maybe 是Malaysia 嘅咩啦，Malaysia 嘅咩啦。Malaysia 鳥別咗啦。你講我哋。伊會隔壁出貓人厝隻隻貓啊，伊隻 gram 嘅就無，因為伊車厝頂吼，伊個隔壁出貓啦，就到幫西嘅咋，伊車厝頂。所以我就講係車厝頂啊。厝頂嘅，所以伊會起航咯，伊起航了後，伊嘛是伊啊無伊 complain 到 Facebook 嘅，所以我嘛講你看看係迄個環照打環照加咧，參加環照機抌去你厝頂放啊，所以白打無來。伊講伊無插，伊喵伊 try 啊，伊講不是殺老當，所以唔知是唔是貓嘅 exposure 無像國家無像所以樣嘅 tolerance 啊，較好無好。OK，仔嚟 try 看。咪。但係啦，來美國安尼久了吼，食落無會食了，較鹹咯。特別你鳥都無特登去食落，就大餅。你就去食落咩？食三嘛。無啊，無食落啊。食啊嘛。別食落嘅人啊。別食落嘅人啊，淡薄呢，伊人本講，哇，落個背死，落個背死。
少少袂得閒。誒，这边的人哦，这个人有影未食落。咱你人到美國嘛，แล้ว有成日講看到你 friend 啊咪啊食到熱，啲人嘅 response。硬嗰邊硬嘅了，流佢先個關。係咯。人未食啊，上落啊。你特間一普通平時食嘅物件無係 pepper 嘅咩？無相款嘅，pepper 淡薄呢。แล้วอีลวกก็บ่มีเสียงเอ้แต่อีหลังสิบ่chili sauce 之類嘅啦。บ่ chili sauce。是辣椒呢，這邊。是去然再食辣嘛？特別東京較濟人夠食辣啊，比較難聞。伊人聽到 Tabasco 自己就係人嘅名了。Tabasco 個時看隻 chili 唔是 from 大陸外國嘢嚟咩？Brazil, Mexico。Mexico。Mexico。Angle。我食過 habanero， 哇！行㗎不多，哎呦。habanero 咪是但冇成日你三樣嘅味咯，冇呢落啊。有啊。呀，嗱是講咱食到成日 ghost pepper 啊，款嘅物件，你伊落是會落，家己巴多嚟味㗎，是蝦米㗎？你咪是油嚟嘛？落地步。伊成日燒，然後咯成日burn，哎呦死講就燒，但我手落很少去嘴啊，咪嘴淡尾淡冇絲喎。哦，我食過 ghost pepper 嘅 ice cream 哦。唔係，ice cream。我這朋友做過食 ghost pepper 做 ice cream，簡單落呀落㗎，真。可能唔知，可能落呢咯，落㗎特別食，甜嘛，落㗎甜咯，落了冇味爽嗬，一坑坑係咯冇味爽，啲落啲燒呢咯，啲落是actually是油嚟嘛嗬，係種油嚟嘛，capsaicin 是油嚟嘛，你快半燒。特別你食我是拉薩啦，你別人 OK。別人有可能實講咱食台灣不容易是食熱啦。了，我想講定住你個人嘅味道。我頭買時我是講要 try 我到底是熱，你就話唔知講到底是做熱嘛。然後俾人 try 食熱嘅我平常時 normally tolerate 會食嘅熱啦。然後我不到行哦，行啊，幫曬冇熱呢。Made in Korea or made in USA？係你 non-shim 呀？你是唔是買係你 non-shim ramen？ non-shim 唔是三樣啊？那 non-shim 啊？三樣。三樣咩？OK， 我買係是 non-shim 嘅，因為 USA 加 Korea 比較好食。OK， 我係 Korea 喎。嚇，你 Korea？OK， 拜拜 ，Good night， 感謝，拜拜，拜拜。你Korea，差唔多了啦。Korea 誒，我唔知我是 Korea 啷看到過嘛？啊 ，Korea 誒，我係 Korea 啦。嚇，你講嗰隻 Korea 啦。你好食，我是個食什麼一味素好食。誒？味精啦，你是味精啊！你咁就講好知啊！伊好似啊，伊唔是味精呢，伊係味只香，伊啥有啥豆油什麼咩伊有味做只香誒，伊唔是辣，伊唔是干那辣呢，伊有味素就好食。Fish sauce。Fish sauce。Fish sauce 啊，你講？只香好食，特別我食了不多熱香，แล้ว特別我嘅食，我這是第4包，一包就唔係5包嚇。我就當今食是頭食未得閒咯，แล้ว第2包佢係得閒淡薄，特別少熱啦，แล้ว第3包佢係得閒咧，當然第4包 OK。I mean 熱本來特別我係聽啊，แล้ว看我幫曬熱啦，知道其實。好食啊！我只係小真嘅是，可都制喲。嚇咪講？
我講我只 Asia 對人是伊面嘅是白食嘅就 international 嘅大，而家白食嘅。講 nasi lemak 就好食啊 ，Asia 會冇，but 啲 Japan 背對人 Hawaii 冇 nasi lemak 嘅就伊面嘅白食嘅，個貴個白食。然後我今日叫係cup noodle 咯，係 Korean 嘅咯 ，nongshim 啊，成日是 nongshim 咯嚇。哦。嚇。係你落啊？係你來啦，個來個笨魚唔知試看啊，未見。咁食。硬食嘅啊，硬食嘅，硬食嘅。哦，硬食。嘟一隻啊，伊 nasi lemak 不是快熱本嘅咯，好食本嘅。係啦，好食啦，大 Asia 個有呢，but US 是不會背嚇，你 international 冇嘅。白食誒，你 serve me food。Because maybe it sales 無好啦。無好似係要 seafood 嘅 pasta 白食嘅炒嘅事，然後佢唔知係咪唔知啦，我叫佢後尾驚伊本買食 ，OK， 伊半幾半白食嘅，嗰啲白食啦，可能我哋叫 instant noodle 食咯，冇法咯。因為我人直接整隻 instant noodle 呢。係咯，是咯，買淡薄面嘅去食啦。夏威夷啊，有看多咗借過來啦，大 Japan 借過來，大 Osaka 借過來啦，個條幾點鐘啊？8點9點鐘咁樣咯。8、9點鐘，that means OK。咱馬來西亞是唔夏威夷借過去個久啦。around 10點鐘啊，你看咯，伊行嘅數啊 ，OK 咯，10點鐘。你算幾見咗啦？見過阿 John 背啊？我背阿 John 背LA 背10點鐘啊 ，LA 背去新加坡 direct。10。喲，死去嘅即係10點鐘。10點鐘幾多？我都幾多咧？飛機內面啊，18點鐘是無下嘅咩？伊特別有下嘅個。17無下，17點鐘個10點鐘。嚇！我咁話愛transit咯，我未當。Depress 咯，你講坐到內邊。是咯，我係跳飛機嘅這個。你去日本，你是領導就係興嘅嘛？去日本去跳飛機。新加坡有去過 direct Kansas City 咩？冇 LA。LA，對咯，我冇是 LA，冇是 New York，冇是 Chicago，冇 Dallas，冇 Houston。San Francisco。你幾時個在對人咗？Many 有可能啊，安尼 around 6個月有可能。OK，maybe 我本時想。都應該7個月咗。就是。7個月啊 ，Georgetown Festival 嘅留咗呢。幾號是 Georgetown Festival？ 7月 from 7月7號咯。7月7號榴蓮咯。特別佢係榴蓮嘅事啦。แล้ว7月7號อี Georgetown Festival 是 around 14啊，你講嘛？แล้วก็เจ activity เนี่ยแต่เดี๋ยวว่าตัวรู้สึกแต่พอรู้ฮะเลยฮอกเกี้ยนไว้ฮะเลยโปเตฮีอ่ะ我去嘅嚇，特別做謝人啊，我要去，我咪想謝人先去 ，because Bruce 冇做過 crowd 嘅。你講謝人上窒呀，冇做過。你要去嘛就到，明年未必啦。แล้วเรามาหมู่ทันตู้รู้แล้ว我計多一禮拜。你自己堆，我大堆本是18點鐘啊！啊，堆下快啦，冇堆下是16。堆下快咯，我本是堆下快。嚇，堆下快咯，18點鐘咯。唔咁，人哋過嚟借估計飛機幾啊，Kansas City過嚟都冇算嘅。對，嗰時3點半鐘4點鐘個。
特別有幾晚你30幾點鐘嘅。咱講 about 辣啊，嗬，แล้ว what about 係你日本嘅 wasabi 啊，你能對，我哋唔是辣咯，咯，我我就是講這無香嘅辣咯，wasabi 就是像 horseradish 嘅辣。You burn your brain. Burn your brain. 伊是根本成個規個鼻腔本成個痛火啊！對，拆起鼻腔嘅。你會這個 horseradish 哦？冇。horseradish 是一種嘅。青啦，係啊。fresh 你講 fresh 啊，fresh 啊 fresh 啦，嚇，OK 啊。fresh 冇呢辣。冇揾呢辣。即係個辣。我都食。훈네，係 OK mustard，你知 mustard？啊 ，mustard 咪是香，芥辣咪是香嘅 wasabi 呢咯。係咯，其實是香嘅物件嚟哦，無香嘅。無香物件 ，mustard 係紙嚟。個人會食 mustard 咧，咪是辣。呢辣無相款。嚇，伊人會食 wasabi，未食我人嘅辣。香蕉。啊。安尼奇怪，佢哋唔是多辣，你辣只喺度貴嘢咋？係啊，辣只喺度貴嘢。OK 啊。我都講 wasabi 啊。wasabi 好啊 OK。wasabi 未調嘛？伊無像講那香蕉，只要辣一調，你喙椒直本嘅。哦，刺激哦。嚇。是講 wasabi 一隻槍貴啊，好多人打漢貴啊都冇嘢。咧特別都成嗱，是講麻辣，咪是多士，麻辣個條，係咯。actually 麻辣嚇，你食伊個，你可能食伊個麻辣嘅 peppercorn 啊，南明 peppercorn，一香，特別伊無辣嘅，伊可能伊無辣嘅，辣是攏食麻辣物件是摻番椒乾、摻迄個 peppercorn 嘅。peppercorn 食落去是白。你敢若食 peppercorn 呢？伊是白呢，伊無辣嘅。就是人安怎安尼是個食安尼款呢？吼，刺激。人就愛吹刺激咯。我也無試過食麻辣，食白無食唔食無咩味素嘅。就是白咧，個食較辣咯。哦，原來是安尼款。你辣啊，你咪食吧。個炒個辣，係咪你 Roger 咁個炒個辣佢好食。有一個區別。係咯。但係你油糊落辣嘅油糊咪是只香咯。個炒個辣。炒咗件只就變香啊！你個仔是炒落邊個香喎？食辣醬啊？鹽糊啊？有啲人炒。我想炒嘅背絲唔想去食。特別我個是個食大人嘅辣咯 ，because 伊個有水辣嘅水。啊，是用水辣甜嘅那款啊，不食。哦，娘娘嚇水甜辣。然後個有迄你咱係食脆糊嘅時，娘娘脆啊。你是講亂講嘅是，伊唔是無上嘅辣，你是講煮法辣，你是無是講只絲辣，絲辣就是咁樣辣呢，伊無放味素嘅。你如果摻鹹水甜啊，還是個摻啊香料啊，上面一變做伊較即 multi-dimensional 係有時講。啊，是。明啊。特別我是講 type of 辣是就冇咱講嘅 mustard 嘅辣，佢無上加 hot 啊無，佢無上加咱番椒辣。個無上加麻辣嘅，特別講，加 pepper，花椒辣個無上。有 mustard 嘅就是一款嘅絲辣咯，唔是咩？無上絲辣就是講你敢若食番椒呢，你敢若什麼番椒油，敢若安尼食特別番椒油就是你嘅去下你補來烹咁樣食。敢若絲辣就是講你食什麼你食你 ghost pepper 就是絲辣啊。你冇咩味嘅，你講你做到香燒那肯定味。香，伊未講辣，上個雜巴布隆啊，食啊你吹杯又會毒辣嘛，你個水不食落去啊，你不當個了香嘅。燒啊，
誒，你喺 India 啊，有一間查某啊，伊 challenge 啊，咧伊舉 ghost pepper 嚟煮伊目睭嘅，你有看過這個 YouTube 哦，印度特別伊嘅啊， challenge 失敗嘛嚇，印度赤名曉，嚇，有赤名曉，冇赤名，你是伊個專長嚟嘅，伊就是會曉安尼，伊就是會打閒有得閒落誒。啊。Actually, Ghost Pepper 是唔是 Asian 嘅？Ghost Pepper 是 South American 嘅。是印度嘅。South America 誒，India 咩 ？Ghost pepper 不做嘅我會記等陣啊，開 Wikipedia。啊，可以看。Native 就到。I thought Brazil 咧。咱講啊，咱 Asia、Southeast Asia 邊啊，第一落係很少上面。點解我食過第一落很少是十八布隆啊？十八布隆。十八布隆。十八布隆係落嘅死去啦。十八布隆平時Malaysia pun jadi啊，佢咪十八布隆kampung啦，八十八布隆啦，咪在食裝。爹就落爹，爹。但係講十環照伊較像向天咧，是落來，就是個流落來咧，伊無落來，伊靜止伊。我你邊就一邊。就是你靜止伊向去天，較像個咧向去天，伊是落來。阿 John 啊。關係伊個 Ghost Pepper 伊是講伊是 from Assam 印度。印度哦。North East India Assam。哦。แล้ว十八布隆嘅 native。十八布隆是叫啥物啊？阿冇咩啊 ？Thai bird chili。特別 actually Thai bird chili 嘅人嘅十八布隆都冇咩像。伊是相款特別個冇像。Bird eye chili 啊，是唔是？Bird eye 啊，係咪是？對。我人伊是講佇Ethiopia 甲 Southeast Asia 咯。OK。Bird eye 啊，bird eye 啊。Bird eye chili，十八布隆咯。十八布隆。你成日嚼目睭拿仔嚟啊！未使啊 ！I don't want to eat chili 啊！哦，我想到一項真好笑嘅。我頭一隻狗 US 時，然後朋友帶我去食麥迪啊，麥嘟。麥多嘟啊！我麥多嘟啊！食咩？麥多嘟食唔知食下咩未記咗啦。然後我個人有。chili sauce Malaysia 有嗎 ？Malaysia chili sauce。我佢講 chili sauce，你講冇錢啊 ？No chili sauce，你學我 ketchup？No not ketchup，我講 chili sauce，I want chili sauce。US 冇誒，頭就教心份。我真歡喜嘅，我對馬來西亞時啊，我若是有去麥當勞，我特登是買 chili sauce 嘅。係啦，馬來西亞 Burger King 嘛是有，冇得食 ，Burger King 嘛是有 chili sauce。哦，是啊。定嘅有啊。唔見 KFC 嘅嗬。KFC 嘛有啊 ？KFC 冇 chili sauce 啊？KFC street chili 買嘅 chili sauce 啊，咧一睇嘅 chili sauce 有蒜頭嘅夾香。啊，一睇 chili sauce 成怎啊？有咖喱嘅，啲咧有咖喱嘅。你是唔是透明淡薄嘅？你是透明嘅，伊叫你成個人你叫泰 chili 啊，伊clear 成 cornstarch 煮過嘅迄個 thickness 嘅。伊頭餅嘅唔是 crab sauce 咩？crab sauce 啊？有一個chili sauce 是。特別因為是紅嘅喎。
唔知啊。不，另外一種，我們講嘅是 chili sauce 有咖喱嘅是，伊是像炒菜，像嗰啲越南米是像斯里蘭卡淡薄。然後另外一個我講嘅淡仔是，泰 chili sauce 是成個人食係嚟換係嚟薄餅子是食係嚟。一餅啦，唔知。換嗰啲薄餅子嘅，你普通嘅菜，好似有菜。煎嘅薄餅子。菜啊，咯，真係嘅菜，咯，咱去你店啊，去你粿大賣時，以後你食鵝粿是食很少啊。要菜。講鵝粿，哈哈，我媽甲我講，係直接甲我講，我未 try 過啦。我感覺咖喱啦，伊講真係好食誒，伊講嘢係你泰嘅 chili sauce 哦，伊食鵝粿也是家己做鵝粿，伊係泰嘅 chili sauce，參加係你 peanut， 係你 peanut butter， 土豆 jam， 哦，土豆 jam， 你去 try 過，我講咖喱咯，誒好食喎啊，我看，伊講伊參啊真係好食，我講咖喱咯，我做參 peanut butter。伊咪是沙爹料呢喏。可以 try 過。哈，peanut butter 啊，我煮迄個沙爹料，咪是杜米仁巴啦嗬，然後係韓你古來粉落去啊是係peanut butter。沙爹醬。沙爹咖喱啊。沙爹咖喱對。OK 啦，只是泰嘅 curry， 泰嘅唔是泰嘅紅椒。唔是你講泰紅椒。冇邊話我都講咩？你到 US 煮啊？佢哋話。當今睇咩啊？當今。特別我聽到是12整嘅時，我煮嘅時，我是用佢哋咯，我是食長毛。多粒葱，咖喱。長毛啊，比我攤白哦。你想我是傻巴咩？我有攤食迄個嗎？有鹹食嗎？呢？我記得嗰個榴蓮粿餅。哈，榴蓮咪是有，特別讓那邊有物件王晶無什麼樣，應該是有啦，是講貴的咯。王晶啊，別金椒香，啥別金豆油。哈，豆油。無咧，就叫我聽人講咧。垃圾花，冇個簡單。派脆。我捌看過。我冇吹未到，我去紐約吹，我去 Houston 吹 ，Dallas 吹 ，Chicago 吹。冇啊。我知安尼見Asia 本無啊。正 tropical area 應該有嘅本無。咱若是講想念着愛食熱時啦，去外口嘅 Asian 嘅 restaurant 咧無嘅啊。食油咯，食咩熱？看無香，看咩物件啦？了Malaysia嘅一個啦。我去第一隻，我就是因食格林亞food，格林亞食。了冇 Malaysia 嘅到嗰邊啊？我無，我係這邊無。我本無。嗰邊無 Malaysian restaurant，New York 有咯。New York 有。 New York 有咯。Flushing 就係Malaysian。Australia 應該就有啦，就係謝咯 Australia。係啦，應該有嗰邊咧謝，安尼謝 Malaysian。Houston 有咯 ，Dallas 有咯。Dallas 有啊。Chicago 冇，Dallas 有，Chicago 冇有。Chicago 一間檳城。Vancouver 本有，Seattle 本有，這邊無。Seattle 冇係。我喺邊時得咯。Hawaii 啊。Hawaii。我咪就係啊。安尼 Asian 咧，安尼 Asian。人特講真熟，咪是安尼呢？我是食檳城，是 Hawaii。係咯，成個檳城咪是四百多。是講無黏黏啦，咪是抓。無你 humid 咩？無你 humid 咧。無濕嘅無一個遐無時陣嘅。就會出來個流汗啦，會未啦。本是抓，本是抓。白霜啦，是唔是？season 12月到，因為 winter 啊，特別
你是個領嗰成個跟丁啊，你看到無？別你講你無落生嘅啦。10年落一刀唔知，一刀是你舊年有落唔知。哎呀，你是啲，你是啲啲愛登會山頂會。阿 John 呢就笑啦，阿 John 呢個老死。有線咯。個tornado咩？個 tornado 嚇。tornado。特別實際 experience 是少，那是你愛在做工嘅時啊，嚇，比如話在做工嘅時 ，snow 嘅了就是叫佢考慮 driveway 啊，哎呦，杜蘭咯，係啦。然後是講到 winter 那時。然後你食到熱嘅物件，哇！因為central 美國位嗬，伊是無講食冷，無講食熱，所以綠色嗬，伊唔是落嚟甜甜嘅色嘅啫無。伊落啊，一半冷一半無冷啊，伊變成格咯，即係阿陽講無熟格啊，但係我呢邊冇熟格，是講一變成格咧，哎呦鹹啦咯。變成假我知道咩？哦，特別啊，唔是講人今年嘅年頭啊，嗬，你人 US 並唔是零㗎，negative 50幾度咧，你係變安怎？我正個 negative 10幾，我冇調，我都喺馬來西亞 negative 10幾度。20幾啊，20 something啊，你講講嘛，20 something啊。OK，嗰時只係叫用嘅啦。你比較講考咯，你比較落去哦。我邊啊，但係芝加哥嗬，如果拎個上班嗬，伊個迄個門啊，開門嗰啲物件嗬，會出煙啊。咯，你出去個考，你比較落去，你 expose 啊，燒去。成個 liquid nitrogen 掉啦。你把起咁唔制啊！你小骨頭個口伊 freezer 叫咩啊 ？frostbite。係咩？隻攞薄入招。隻攞除個律，皮坑個律。做電腦啊，開棚啊。係啦，John 啊，你做真耐又多病。我嗰陣間做真耐，特別做。winter 啦，當然就做啊，別單。什麼時間喎？steamboat。哦。隻螺，你叫咩 ？steamboat 啊。嚇！你叫 steamboat 啊？你唔叫真螺啊？螺咧螺乜嘢？落咯。哎呦，落啦！落是本地嘅螺。communal law， 特別嗰啲螺咪是 communal 嗬。嗰度啲螺啊，攞隻物件是係咪？你知係咪物件配，係咪物件螺？講下。特別落嚟。roti kosong。roti kosong 配咩落？咖喱啊。哦，你อุ่น咖喱，你是อุ่นโรตีอุ่น咖喱，ปูโรตีอุ่น咖喱。then pun roti canai 哦。แล้วหั่นเจียว咧อุ่น係咩物件？อุ่นหั่นเจียว。我是唔敢食番椒，袂得閒。哦，你成日講食沙河粉啊，食啲菜番椒啊。半味。哦。干那咖喱呢？哦，你是另外嚇。對呀，就係食啦。你冇聽講伊福建話就冇走，伊咪是另外嚟個嚟。我冇個隻。車鹽椒，อันนี้คนเสีย講鹽椒切แล้ว啊，係豆話定คน我熟㗎喎，成日食巴古爹士啊，嚇，葱蒜頭，巴古爹士係鵝豆要參蒜頭，就係布隆。你講你有乜味喎？哦，我食嘅只。我一隻
我食係咪就寫三拜不拉贊啊？你講啊，你要八行味，八行參。我本是只暑假安尼款的，我差半係三擺不拉贊，哎呦，三拜差半。小哥啊，只 simple，小哥啊，你未記嘢咧？未記嘢咧，三拜不拉贊。你講咗太好啦！袂使行過去遐，袂。係你媽不拉贊媽媽嚟。開嚟 check 嘅時去 video。伊無開嚟 check，應該是叫狗誒，叫狗換走咯。你狗走去就知啊。我覺得。但係所謂係啲thermos攞數㗎。哇，白㗎，只隻 and 係 thermos 裏邊。thermos maybe because 我覺得嘅見照放飛機頂嗬 ，because 我嘅 baby bag 嘛，我想講見啊 ，because 我 domestic flight 㗎嘛。所以入見照呢，即係冇，你搞嚟調起來咯，調起來，但係你諗明我講，如果你見照有 some kind of food，我講見照放飛機嘅嘛，如果未使，就我夾出來，但係好夾夾出來，冇我講我3,000塊，便宜。我真有 delay 啊，我會付嘅咯，我會付背嗱定對處嘢，走就對嘢本會付嘅咯。是人 A 先。我不講咩啊？你想到嗰個對心肝係本地就是再講一啲你嚟講都係趁對處嘢。是咯，係咯，我會使對處嘢咯，還是叫出嚟人咁樣病嚟有啊？我唔知嘛。OK， 我講到啲食環照，我暑假食係你成日講切嘅環照，我唔是去小，我點解細漢時切環照我就冇落嘛，硬嘅環照啊。你有時我係去小食落嘅時候，我會想，有時切了環照係到啲豆油嘅食無了啊，咧係起來啊，我會人哋可以夾嚟食佢薄咧喎。環照到啲豆油，人哋夾起來薄。點解我細漢時我教我問我人，我出來有在就係不同嘛。因為就係不同時，你食落就係不同，因為我攞張一張白嘅，一張青。然後伊椒就是個來食伊紅嘅，食紅嘅咧就放曬啊，是搞了就是個伊就佢再生是就係不同嘅長咯。所以我食這，然後我 before 我食飯，我就是夾一支嘅咖刀，加一個咖螺，細細嘅咖螺，夾出去。等我問看你490仔咖螺係咪啊？等陣啊，咖多是Caesar咖螺是。係咪嘅？咖螺是細你成個拿，成個 basket 然後細你拿啦，叫做 colander， 就係 colander。哦啊，在。colander 就是咖螺。我係個咧就哦。嚇，個咧就係咩啊？嚇！等陣我叫你看。個咧是乜呀？啊，這個乜？這個個咧。哦。你哦 ，video 有看到？啊，刮掉。你捌看過啊？這物件？等陣是個咧是乜嚟啊？嚇，特別是鐵嘅enamel 嘅。哦，真係貴嘅。這係幾時來嗱啫？哦。你都嚟面試係咪要嘅？嚟面。哦，嚟面試係咩？嚟面試我係邊嚟。哦。第一位，即是我係大澳嘅邊。未 focus 我普及落海嘅了。我特別呢。我學根本未好貴咁多謝。個咧。啊 ，Central Missouri State。I have a boy too. I have a boy. 對。啊，快啲。然後個有一個 lip balm。Burt's Bee。這是成個 beauty guru 嚟啊！哦，honey 啊。好啦 ，beeswax。beeswax。有環照嘅，俾有環照嘅。喲，你係一面 pigment 咧，一面 pigment 你就做你水準硬嘅啊。Natural blush。Sausage lips。我哋。
隨便立場去。我頂住對嚟嘅是，我去食，佢一間，我就講，係咪就講嘟嗬？係咪只係係咪嘟夫啊？是嘟夫啊？是 James 嘟嚇？伊是食一間 chain store 嚟，伊食 pasta 啊，食 pizza 啊，款嘅叫做 James 嘟啊是夫對，毛毛都介紹咯。Western food 嚟啊！你可以看我係雙角哦。嚇？跌到個咩？唔知。Tun Razak 啊！Để ilang有一間去地白食嘅咧，去拜大都講佢嗰條嘅計。看到你 news。係咪數？白食咪使咩？係白食嘅嘛。白蝦子嘅你，唔是中國叫 BBQ 啦，你冇啊白食。我個間三邊。你白蝦子叫，人哋去拜陽光，人哋可能切掉啊，可能咩啦。哦。調料。喂，調料我請。都日係你間三邊嘅咧，日嚟做咩？我請我不就唔來有是唔是請啊？都 T-shirt 到了未？我係咩？你 T-shirt。哦。係咪嚟福建麵？福建麵對。個別所個有出之類個啊。Last time 我個一杯是 drinks 嘅。drinks 啊，冇成講嗰邊啦嚇，茶冰啦咩？但我情商嗰條咪會掉沒有？即是我係馬來西亞。未啦，個個應該。你叫去換衫，出嘅時咁去換衫。中國冇拜陽光就 OK 啦，都拜陽光就知啦。你冇買情商就係去換衫。當雙角是你嚟，換啦換啦。我特別我情雙角別情 headphone， 我特別呢 Mariah Carey。奇怪哦，你情雙角啊！哦 ，Mariah Carey 是安尼講豆冰嘅。如果是冇只長，我係雙角只大號嘅啊，但係你點我頭大嚇？你對嚟馬來西亞買啊？定到只股啊，拍唔見只謝年啊！我係雙角，你有個垂釣就對定住時，我係到啲隻鴨我搬厝嘅時候係到啲隻鴨，喂鴨到啲隻夾啲一陣，然後冇咗，我成個拍唔見誒。I think 你 next topic 會使講啦。你 next topic 會使講一項物件，我 suddenly 想起。係咪？你那邊有時間，迄個奶茶嚇？有啊，bubble tea 啊。Oh no！你最近食個小啊？你講啊？你在馬來西亞？Korea 咪是。Korea 咪是成個小啊，哦，唔是，珍珠奶茶唔是到只有嘅嘛，只股咯。係你 brown sugar 當今一間 brown sugar 呢，個了成個起小啊，你講一間開㗎，貴咧 street 個了是一個你知哦。安怎冇明白？安怎係 brown sugar？呢個珍珠裏面有 brown sugar 嚇。伊個波巴內邊有係 brown sugar。哦，我愛。我食掉。刮卡。個條件啊，個有珍珠奶茶嘅 hot pot。嚇！啊，是你有冇有珍珠奶茶嘅 hot pot？你有啊？係啦，你 next topic 你再講。OK。叫咩靈珠啊？定靈珠？
冇吧，叫冇吧，訂靈珠咯，訂靈珠。妹妹話訂啲靈珠嚟啊！你 next week。妹妹話訂妹妹話係靈珠啦，呢個 topic 是。啊，唔係啦。妹妹話就派請嘅妹妹話。有見啦，你掉 topic 有時講，嗱頭先講你冇聽講，哎呀，你都冇sign up。等你 next topic 佢講自殺啊死海，佢再講咗。特別你都等你嚟咧，我時時鬧嘅。叫咩是唔知咩風吹到嚟叫咩？我 actually 我是係講下你自殺嘅。แล้วว่าสิโบว่า有收到你 email， but then ว่า冇寄 ticket。你冇寄 ticket 都俾燒炭咯。你冇寄 ticket，即搞時候冇嘢，為我都嗰啲哦。對啊，你嗰隻狗啊！你講咩？為我你講咩？你冇 sign up 呀？我冇 sign，我有收到你 email。但係我冇寄嘅。做咩事冇嘅？我是拍水講，應該是 message through 咧就會使啊嘛。就是啷看到貴人嘅我叫我講咧，啷講出來貴人啊，所以我是做 show 時啊，不當然，我做隻眼咧。隔了人，當一大粒頭講你可能你 show 佢哋是你 call 啊，แล้ว你知我อันนี้正面嘅做啊，我嗰度 call 唔是一人嚟啊，個貴人你話4個你，特晚個人。我猜我冇，阿寶講好咗未啊？我嗰時想，哎呀 man 咗啦，阿寶叫佢 send 嘢啦，我猜冇。阿寶講好咗未？因為我是人識，特別我俾做啲啥就開落唔是啊。直到 register 差唔多20人 register 就，特人我要記你這期我記個小嘅一人記，所以不到人被有興趣啦，再講有可能愛嚟講係你本 sign up 了時我就做事，特別是個了 sign up 人個了收騰 email 咧，所以你愛 join 你咪 join， 唔 join 咪唔 join。原來是這樣啦，唔單止話。sign up 了冇啦？啦，唔是你啊，你話話。要 sign up 了冇嚟咧？sign up 冇嚟表見你，我唔知嘛，我都冇插你。sign up 冇嚟表見你，人我見人突然講清楚先，你 sign up 咧嗬，有件事 sign up 是你收騰 email 咧，你愛來買來表見你 ，because 較濟本是有怪濟人本，你別成講唔得掉講你 sign up 咧，哎呀，佢就硬硬就來派寫咩呢？你 sign up 是有件事會彈你 email 嘅 link 咧，แล้ว你就我就特大說，OK，你 sign up 嗌啊嗬。我打做錄音，我 schedule 時錄音，我就定講 OK，這禮拜六錄音，我就記下你定到不來過人個了，還是 sign up 講乜叫我 notify 嘅人個了，講 OK，我這禮拜錄音，แล้ว我 topic 是試嘅 topic，แล้ว你若是愛 join 凊彩，但是 topic 唔好，若是有可能愛 join，你就 sign up 咯 ，sign up 了我打你 episode 出嘅時，我被 start 嘅時，我就記下你。呢是 show specific 嘅啦，呢但係只出 episode 嘅 chat room，這是 Skype 嘅 private chat room 啊，所以呢度俾 key 咧 Skype 嘅 chat room，แล้ว我就記咧 Skype 嘅 chat room 嘅link 落咯，แล้ว你就訂喺你哋喺度自己開 Skype 嘅嘛，得應。我是 experience 過咧，我頭一個 episode 時，我實在是冇decide愛 sign up 個，所以阿當做個第二個愛做一半了咧 first episode 啦嗬。and then 我想第二個 episode 我冇 sign up 咗個那後來 sign up， 所以second episode 要佢 send 我。對，但是講你聽頭一集咧嚇，你話就係講我當然錄音，你有時個後尾個第三集啊，是咪第二特別第三特別你冇嘢嚟講係你咁樣去 sign up 咧，我 because 我是去係你 show 嘅 sign up 咯咋。那今日只 show 住來嘅 show 嘅，你去 sign up 咧時，我 next time 我 email 時，你 sign up 你 email 到啲南面都收到誒。成個你聽頭一集嘅時候，你再講我未講自殺第三集嘅時候，但你咪是琴日 sign up 咯。我 email 出去時都收頭㗎啦。然後 email 我 email 一到呢，你知道，我免夾到人講一人 email 咋。
แล้ว Skype 公司 Skype แล้วคุย啊 Skype 個人問話，嘿，係咪 topic 嚇？今日誒，你今日就落 email，แล้ว聽我試試 OK 啦，你我有啲做咗 show 一半時啊，我喺度撳voteแล้ว你睇我，我係整個 streaming 嘅 software 啦，個 sound effect 嘅 software 啦，แล้ว個我係即係stream deck 嘅 program 就會做下咩物件，哇！仲話我到整嘅時候 Skype 嘅時候，我冇上嘅。เลยมาจะเลยน่าจะโชว์ไตเติ้ล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ไป streaming 嘅นอกปัจจัยว่าตัวที่ว่า software stream ก็ตัวที่ YouTube อีกก็ไปคุย另外一個 YouTube streaming 嘅機啊嚇 set up ไว้ topic 啦ไว้係咪แล้วจะเทอี streaming 嘅 YouTube streaming 嘅 feed 嚇係去 Facebook 嘅可能ก็係看到咋所以我只字面嘅做咧 message ว่า是昨天是獨立頭講伊講我講你 please 去 sign up แล้ว我個 email 你 link 伊講免啦我不到㗎做我講你冇不到 see you next time 我講แล้ว伊講我講我俾 afford 到只嚟，伊唔是一人啦咋，就叫我就請佢度個三人教我講嘅啦，你考啊，確定啊，係咪物件啊？係咪 topic 嘅啫？我那是會做嚟講，我們做那是我 assistant 啊，我冇 assistant 啊，所以人鬥下手啊啫 ，sign up email。佢哋啱鬥下手。嚇，鬥下手啊！你啱。哦，我啱啊，我啱我個冇調喎，我啱個冇調喎，煮麵嘅即係繼續煮喎。OK，嗱咩？我俾講落嚟就係咩個？三百拉贊。安怎做？當然嘛，紅黃椒這裡你belajar si kam kasi kira ni tambah yam tambah tu kau tin. Okay, tapi lu berkong mai. Tapi ni kalau kita ni meh. Boleh, have 黃椒先啦。Lu boleh garlic ah? Ni sama belajar. Mà đi hè ủa nó sẽ khó. Bawang mới belacan để bù hồi. Belacan tapi kita bù hay ta? Ai vẫn tìm được bù. Điều ấy liệu vẫn bị炒死啊？炒啦，你收幾多度？8蚊是人幾條人出邊？講豉油醋嘛？豉油嗰個豉油燒啊，人家。特別我看過啊，一人做belacan嘅嘢是像啊咧屍體嘅味啊，你講。係啦，冷雞，依然是冷雞啦，咪是絲啊係。fermented แล้ว特別胖哦。แล้ว anyway แล้วจะสมัยbelacan เนาะแล้วลองสิ่งสบายไม่ใช่สบายbelacan เดี๋ยวสมัยbelacan ว่า另外一個其實另外一個是叫咩？สบาย heavy 係上埋 heavy 做咩做？上埋 heavy 是冇係 belacan 呢嚇？上埋 heavy 係差 heavy，係差 heavy 先。差 heavy 啦，個 heavy 上埋 belacan。甜 heavy 啊，加脆差啦，就起來 heavy，然後就差 bawang 加啦，bawang 參加黃椒加就差係。飲係當個 feel。泰國金嘅 嚇。但我講無聊，我講咖喱。但我講咖喱，我講無聊。咖喱就是我夾係你咖喱加咖多，我學自己就係不容易加貴咖喱件咧，學夾對嚟，我舊日問我人食梅時，安尼爆，卡爆就除咗食杯爆咧，冇加冇就夾出去爆。嚇！我係食落嚟，我細漢個我問我人食你歡食呀，我問講 OK 食杯咧，我冇就去加雜嘅不容嘅。我咪就係嗰招驚冇想嘅，冇分別嘅。椒啊！你講係椒，但椒啊！你講我放西我就是放西放外口會生個一陣我，你知？好似喎胖，你大媽就是會喎，唔是代啦，成個成毛糖，唔是成毛蘑菇講嘅啦，
我冇。石磨糖。有人有石磨糖啊嚇？冇啊。有人有石磨糖。我不倒係講石磨糖啊！大媽就是聽講伊名就我學伊名不如我都聽到卜卜俊。來，我冇聽到。伊咪是講，我講你名咩名？講哎喲唔知喎。你我講我去啉水，我對來想，一對來是伊講我講，伊講咩名嚇？是吧？講咩嚇？伊講咩名是？蝦米啊？EI 杜驚。EI 杜驚。伊講名杜驚，我講 OK，แล้ว人講杜驚成個，真冇咩特別呢。แล้ว我講冇咩會記，我講。安尼我記，因為我你知咩事？我記爸爸轉咯，因為我一直開嘅，伊個迄個是我先看到伊邊，你知？我看到伊個邊，แล้ว看到伊邊了是伊卡咩？無伊卡咩？轉呢 camera 過去另外一邊，過去 forward facing 無 back facing，แล้ว face 去到啲伊名稱，伊名稱有一個成個咧，細粒然後呢，可能 massage 呢轉嘅啊，แล้ว看一下 vibrator 呢，嘛我叫爸爸轉咯。死掉了！掉啊！哎呀，我買咁。แล้วก็แต่ว่า係另外一件事，另外林小龍啊，林小龍唔是我學，林小龍是伊個 boyfriend 學。爸爸最緊好食。冇啦，伊是家己愛名林小龍先啦，呢伊 boyfriend 學伊名大粒玲啊。哦，安怎你知啊？看嘛，你 episode 一聽。你有看？我對着伊時就對着伊，就啲名佢對着伊話。Before 哦，無，你講嘅無像。哦，搭啲車位對，看車時對，暗嘅車時對。我想起啊。OK，林小龍。OK，明飛啊，想起啊。OK，來講落到對，落OK，落個只係咪配運係咪？實即係300站配係咪？嗰個只行飲椒，配不帶掉。你不帶配，你個只不帶啊？你？是不搞？你不帶配是煮300係還是不帶青了？哦 ，heavy。我是個只不帶運，有只有藍運300蚊好只。哦。攞嚟半好食啊。你是個只河奶落啊？卡個麥啊。nhỏ nhà落咧，是講nhỏ nhà落。半 OK，半好半熟噶。它水落誒。嗱，水落個鹹差唔多像，成個你做你 grabu 啊，只 grabu。泰國嘅我唔是佢學了咩咧？學了有對佢煮喎。冇。嚇？你ăn都未食啦，我自己煮人食嘅是禮拜咩？我 actually 我ăn嘅食，伊會食咯，是講伊未食。不帶咯，我講哦，不帶唔使乜食過哦，不帶 maybe 幫酒是味掉無，伊食也是 OK 嘛。食我就啲，我去人教會時我食就少。啊，頭媽會話你講咩？哦，我對去玻璃機嚇，我知道對去，我甲我翁對去知道啊，我個未去過知道。哦。Because the experience 也好，伊唔是講我未曉煮，我未去學煮，是我做一煮食是只老熱，你知哦。了，伊個教我，伊個會講一物件，我未曉講嘅物件，伊解釋伊物件煮食。nhỏ nha嘅物件。嚇，解老熱呢，我人唔知啊，我想起定住我想起嗰度，都伊罵個 Bruce 罵個當劍嗰啲講。伊出 video 咧嘛，你嚟使去支持嘅。YouTube 啊？
伊無 send email 互你人咩？冇啊，還沒 video。但我伊嘅 cooking class 伊本有做變做 video tutorial 去啊嘛。哦，你使買 class 啊呢？特別我是唔是講伊嘅咧？我是suka 伊 experience。假如講就這個數啦，然後大家伊嘅 recipe 安怎來แล้วโมเล่ก็กำลังก็是講實話咧，阿毛咧介紹你物件嘛，做咩事讓佢做，做咩事都俾人佢做嚇，你看แล้ว是叫人 try 啊個嚇，安佢做咧就無好事，咩事咧你其實學往 experience 過啊啦，所以你會記掉只清楚咯，教你物件。像我做 grace， 我是補嘅 grace 時係講其實個教識嚇。要往看，你一個人可以歸色其實可以抽血單，可以抽血單歸回嚇。你講這類都是抽血單，你別使人做。特別一條啲咋，伊講你叫我隻，一陣間可以歸去。你講特別我條啲後你歸拆歸出嚟上後面，你個見過出嚟煮變了，一定特伊較早煮過嘅，佢哋是一度叫可以 replace 伊嘅當嘅歸色。所以以後你 experience 教你補呀。伊個是即係你一隻你搏嘛，แล้วก็ตุ่มหันตุ่ม係到啲台成日做係抓咯，抓แล้ว看伊講看食，伊講看食甲看味，你味到伊味啊食時，แล้ว伊是味啊，แล้ว嘢好咧是往個嘢到啲咧啊整固嘅有呀，嘢係薄做 paste， 我做人當啦人當。當今咩 Bruce 就是個隻人當，我煮係隻一刀。一刀啦，你對起啊，你煮啦。我煮係一隻一刀，個唔是 from scratch 啊，煮係隻是買包一百。我本是買包嘅。食嘛，一缸哦。對食就應盡啦嘛。買一缸，你見買一包咧 frozen 嘅 graded 嘅嘢嗬。掂落去邊，面係要嘅，嚇。他個淡薄，淡薄呢，確係嘢，啊，佢伊自己，伊夾起來伊自己佢自己 browning 嘅。對。你卡一隻啦，係對嗬，沙杜咖喱茶嚇，係是叫出用嗬。係甜度，我是肯做本咧，係甜度。我冇想亂啊，กู啦，我笨蛋。我係頭家一隻咧。哦，我是買一包嘅喎，我認真嘅。伊淡嘅出來，下巴落去，下骨散蛋落去呢。是咯。你散蛋你買，我買煮嘅，買一盒嘅，細盒嘅，還是你買係嚟泡的嘅？我 actually 是買罐頭嘅，我買Trader Joe's 罐頭。我俾馬來西亞買對嘅。哦，無我到底這邊有通買，真正香。我到底 Trader Joe's 係真好嘅呢，伊個 Trader Joe's 誒，你要出嚟 brown 嘅 color 嘅，伊是個伊個，我係 series 上我叫伊，咩啊？伊個有兩種，一種係 low fat 嘅。แล้ว一種是 full fat normal 嘅啦，伊 normal 嘅好，伊是散蛋頭嘅了，伊成 cream 嘅了嘅咋，伊冇咪煮嘅。แล้ว我冇就ตัด咯。正冇 Trader Joe's。哦，係 ironic 啊。是咯。伊 Trader Joe's Hawaiian shirt Hawaii 個冇。Whole Food 冇咩 ？Whole Food 有啦，但冇貴咯。所以我係但是馬來西亞買對嘅。哦。係你只ayam，係咪 ayam brand 嘅？ayam goreng。冇咧，佢始終咧，你是買係你寬嘅。以前所謂買係你 graded 嘅嗬，然後嘅係水沉水嗬，特別起來。有一缸嘅咧。係你個一缸啊。這是我細漢時。即係我嘛在煮人當啊，你講人當嘛在去煮人當。OK，落
後面物件跟只落配咩？後面就嘛是配隻落嚟，我未想到冇就冇配隻落。隻 pasta 話配落嚟咯 ，pasta。冇啊，成日 blend 嘅開。哦。都當入 pasta。嗰次啦，佢隻當入叻沙。叻沙脆精啊。當入嘅叻沙。係只件 James Dude。當入嘅叻沙定當入嘅 pasta？pasta 唔是叻沙，當入嘅 pasta。呢個當入嘅叻沙。呢邊咪 clash 過，特別我去我你叫你坐我去食一間，人食你叻沙嘅 pasta。叻沙嘅 pasta 你未記啊？你坐我去食誒。叻沙條啦。喺新加坡呀，唔是。哦，到啲邊呢個位你坐我去樣，講個拄條白話呀，耶膽咪是大。膽咪是哦嚇，我睇叻沙大。叫嚇，伊是用你叻沙料做成個 pesto 呢，然後所以 instead of pesto 嘅味，伊是叻沙嘅味，冇咁簡單啊。noodles 是 pasta。啊 ，pasta 嚟。哦。好食，特別我講 ，because 伊無還是有未出 menu 個，伊把你 test 掉呢。然後我會叫人家講，input 嘅講，伊淡薄上鹹。都我哋買係嚇拍唔記起啊，但自己拍唔記，你查某 chef 是伊 owner 咯，談起啊嘛，咧開一間另外一間啊嘛，嗰間。哦。啊。我把伊嘛未落曬嘛。特別你講叻沙 pasta 嗬，當今只謝啦。有本啊外口當飲 pasta 啦、叻沙啦，本有。有時講落嘅物件，有時你咩成日你別使講是見隻落呢，但係物件咩係淡薄落，又講上。pasta 啊，若是講係落好食。都得煮嘅是驚未食嘛，就煮啊夾伊起來，然後佢再下飯椒落去，家己嘅，佢再下飯椒落去，我再煮佢。你煮 pasta 係安怎嘅？sauce 安怎個下飯椒嘅？你係咪 sauce？我料啊，唔是油嘅。油嘅咪會咯嚇，係啊，你油嘅我料，你係你是大飯椒啦。我係你 red pepper 有啊，我唔係三拜，你係三拜就係講。有陣時係三拜，然後有陣時煮小味辣pasta， 佢講辣沙啦 pasta。我小隻叻沙，小味 pasta， 然後你食嘅時係就係布隆咯，切油啊就係布隆，係食嘅時係就係布隆。你係咪味？安怎係鹹味啫？味你係水辣。我去食用嘅 ，actually 我半段時我個煮下嚟了，然後我用係咩啊 brown pork 咯，然後我用 brown pork， 然後用切下你咖喱啦，切下脆咖喱。我是對上人學嘅，我係上定嘅。然後然後用豆油啊，用豆加鹽啲啊，加鹽你煮，就你炒隻咯，用咖喱炒你 ground pork 咯，係係咩啊？fish sauce 啦，豆油啦。係淡薄豆油較好看啦，伊食，然後個係糖咯，然後係散蛋，倒淡薄散蛋落去。真係好食，然後這是一 sauce 咯，然後你咪你 pasta separate 咯，煮啊。你係散蛋啦，係散蛋嚇。食香嘅，咱望佢就講，伊小嘅咖喱啊，佢就講我小嘅煮下嚟按摩，佢再個煮下嚟 Asian 嘅味，我按在落熟噶，然後另外pasta另外，然後你個做另外個切就係布朗，然後即是一 sauce 啊，攞食時你淋淡薄落去啦，係你fish sauce 就係布朗糖。
冇，你愛下半會使，愛下半會使 OK。你係 base 咯，別係簡單咯，點北卡包。係 base。我是冇下啦，我普通我自己煮是冇下啦。我來食是你係lime juice 啊，定係 lime juice，你做一碗 sauce 啊，啲 sauce 有 fish sauce lime juice。成日你咩叫咩 paprika， 係咪唔係 paprika 叫咩 namprik。你炸白布咯，食時個淋下你個酸個落，哎呦，即係。你用咩 pasta？ 你用咩 pasta？ 我用係你thin spaghetti。成個 angel hair 呢？angel hair。but angel hair 個要，即係你個教淡薄，個不講冇講真係 regular spaghetti 呢背啦。冇安尼背啦嚇。我啱冇食嗰隻 spaghetti。แล้ว豆嘅個豆嘅，殺淡薄豆嘅，所以要怎講口感啊，有冇？garing 要殺淡薄garing淡薄啦嚇。安款mix 嘅安款咯，加營養，你 try 下。所以要見 ingredient 是點樣？你講咩蒜頭咖喱蒜頭嘅咩 ？ground pork。Okay. Bacho, fish sauce, 胡蘿 bacho, 豆油，然後淡薄豆油可以食得好看。糖。OK。番椒鏡。你使係淡薄 pepper 本嚟使咯。番椒鏡是係你 sauce 另外係你愛食是係你 sauce。佢是佢人少泰 seafood 嘅 sauce 啦，要成係吉拉還是奶咩？吉拉加糖，แล้ว胡蘿炸白胡蘿，糖。你滴咧，到底伊個巴煮好咧，巴沙膠咧 cream 嘅 sauce 係是三就滴到啲頂面很食啊。啲頂面啊，我係真謝咯。個水個落嘛，我攞出來，我跳就我攞出來，當問佢 rewind 到對啊 screenshot 啊，丟，老花，好似變嚟學見 Facebook， 我只笑到你講煮啊，小隻嘛，嗰隻好隻，本來攞係神蛋幾個胖咯。OK，我個上人愛。成個隻好隻，你睇咯，你使心陀豆，本來使做你叫咩啊？鱔咩？炒粿條叫做咩啊？鱔炒粿條。你使煮ผัดไทยผัดไทย你嗰時煮咩？你 sauce 係你 ground pork 入邊，係煮個高味淡薄啦，because 拍沙無味嘅嘛，係你看咯。然後煮嘅佢係煮個蔗，佢係燒sauce 掉，啊殺嘅巴沙咧就很。沙巴沙係食啊嘛，就是有豆嘅啦，就有豆嘅，咁好食。豆嘅冇嚟啊，只禮拜。OK， 講個正式嘅講啊。OK， 你啊，哇，當時我係咩嘢？我不講了，當然差唔多6點鐘啊。我講人係你 Southeast Asian 食夠食落嘅，你特下面咁樣就食，哎呦，不落實冇咩味素呢？食。好好食咯。除了維娃娃，不維娃不有，維娃是自家食咧，啥有參旁邊，唔是自家食絲落嘅。no 食真炸肉。哎呦，我是個食真炸肉，哎呦，是個。我馬來西亞是真炸肉是。真炸肉你是食青還是食豬？炒味啊！一 fermented 嘅蝦驚。我識㗎。冰食嘅。炒嘅個好似。Heavy 甜啦嗬，正淡薄啊，喂，heavy 啊，heavy 哦 heavy，我想講 heavy 落去。
冇，係啲正點啦嗬，因女啊嘛，你正淡薄落去，可以吹的，可以喺面嘅，面淡薄ทำมา落去bawang，แล้ว係煎炸咯，係嘅啦，係藤。แล้วอุ่นเมียจ้าแล้วน่ะอุ่นจ้า ทำมาปุ่น อุ นะ ลาม ทำมาปุ่นนะ 我是迄个叫做是真正落嘢咧煮迄个叫咩啊？虾雞。係啊，其實好煮食。300，我買，哎喲，頂住我買來時，食個300，我係迄個 doctor 教我講，我係特別大。我第一隻係300，係個係番椒，你知？係你番椒一啲切剁切番椒啊。แล้วแกคิดช้าเลยตัวลวกแล้วไอ้สิตูมีเฮเลจริงตูมีเลยแฮกเกโลแล้วตูมีแฮกาลิกแฮกเกตูมีอ่ะช้า300 บาทช้าแล้วสิล้ำเอากาหันจิวแล้วสิล้ำเฮเลอาซัมโกเจ็บไปอาซัมโกเจ็บก็疼แล้วสิซุยดีแฮ疼ลวก哎呦该可以比喂對起啊！如果食梅會使，食肥會使，做米肥會使，做米肥。哎呦 ！OK， 講啊，我老攞個真啦。今次各位聽眾是聽這個禮拜咧，我哋特別嘅邊咧就是老家早起去嘅489個字啊，反正你係叫一名489。489แล้วก็ไม่ใส่กองละแล้วก็เหี่ยวกอละแล้วก็แต่มอกูละ切掉長衫แล้วก็ค่ะ切掉長衫วิว如果切掉還是8條差唔多啦8條啦差唔多大擺講切掉長衫是係咩事是蝦米意思啊？比如話你 explain 是真嘅。比如話你explain 切掉長衫啊？嘛最 Kevin 伊叫做咩名啦嚇？雙環哦嚇。雙環畫出來先嘅嘛，長衫。哦，伊畫你穿長衫。伊畫伊講你是長衫嘅嘛？哈。嗱，唔使講，呢是話你咪幾個故事嘅啊？你講佢哋 balloon 嘅，幾個故事嘅，แล้ว隔離，แล้ว你唔知第時係咪講係咪長衫咧？哟，แล้ว一個畫另外一個切5條長衫嘅。冇我講伊穿長衫嘛，我嗱穿長衫時你唔知，你去做你幾時你就擺穿嘅你死你蹬線衫，你一時話講成長衫嘅咯，你話講穿長衫咧時，因為伊講，我講伊背嘛，你特別穿一條布教，特別穿7條到落去，我是7條長衫咯，但係我每個俾8條背，差唔多啦。有頂住唔是3條隻咩？頂住變5條。頂住冇啊！after 開到了後，潮來潮背啊！話我褲個衫未穿啊！你開到唔是3條啊？3條啦，個背就對啊，個背啊 ，double up 啊。是咩？啊！我衫未穿啊！你食較濟熱啦，แล้ว對我衫穿了會看到大仔嘅，會驚嚇，會 cover 唔了，會不到。哦，你不要去買咧，揼衫。啦，就咪買個大條嘅衫。對啊，就冇查某嘅maternity 嘅揼衫。啊！特別嘅Hawaiian 嘅母啊，母。嚇，母有啊！你使去頂邊邊個買地店啊？貪未？母，你咪學啊咯，情話咯，情話，呢度情話咧？嚇？平時有情話啊？แล้ว你情話後，你ปัก多แล้วปัก多咯？ปัก多大仔嘅位。你冇 ，sorry 我ปัก多頂面嗰啲拎嘅啲。我ปัก多拎嘅啲。อันนั้นมัน是出去時穿嘅咧咯，你穿條 T 恤冚去。阿小咩買啦？
มัน看起來成日暈啦，你看我夠餓咧，好閃。不要緊嘛，我做路我上角。OK，感謝 Will 啊，感謝曉哥，感謝489毛毛菇㗎，別使講，感謝下禮拜再見，拜拜。拜拜，拜拜。OK。到底 Skype 合併嘅位呢？人啦，頂一禮拜 miss 咗 episode 咧，就但並但喲，no episode 啦，頂一禮拜。了。呢個 Skype 位，到 YouTube 位。哦 ，sorry，到啲 YouTube 位，了解一邊嘅是 subscribe，你但 subscribe 咧，但你整嘅時候往有 log in 咪是對通知你，你就是冇愛嚟參加往講咧，嚟參加看嘅咧，就使做你看去咧但你整嘅對 notify 你啦，拜拜。